我发现没钱，我就没吃，我要走。我跟老板说，我不吃这个菜了，我走行不行？他非得让我吃，你吃啊，你必须要吃啊，我就吃了。就这样我不吃的嘛。水果你没让我吃。多少钱啊？这个267，再在那里了，那吃这个样子。他没说啊。我就吃了2个，我不敢吃，我快把这个来。我就吃了2个，我不敢吃。到了，送回去了。好了，来，你们来跟他送去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快点来，来，吃饭没钱买单。哎，这不是那个经常过来的那个人吗？你昨天还报警说别人不给你打。反正我昨天就喝了1瓶矿泉水。你这是贼喊捉贼了，单都还没买，就喊别人给你打包。今天我喝了酒，没有吃菜，他硬要我吃，不吃不让我走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就说你来了多少次了，要不我给你查一下，看你到底有多少次吃霸王餐。你这个月是没有少来啊，这都是你的报警记录。啊，你还嗯啊？你现在去那边跟那个警官把你的事情跟他说清楚。我听别人说蟹好吃，我想试试。你啥时候放假？我们俩吃了，你走了，我在那，不让你买单。